Star Club Scientist 嘅同學仔喺今年4月代表香港參加美國舉辦嘅 First Lego League FLL 世界總決賽，同超過150個國家代表隊競爭並取得國際優異成績。今年香港代表隊亦都首次獲得 FLL 國際獎項，為港爭光。嚟緊7月底會有 FLL 香港區選拔賽，如果你都想小朋友用 AI、科學同編程代表香港企上國際舞台競技，咁就要加入我哋嘅 STEM 比賽班，3至17歲都可以參加。可能你會話代表香港參加世界賽好似好遙遠，但係我哋啱啱去美國嘅呢班同學仔，全部都係由零開始學起，學習科學知識，訓練機械人設計、編程、創新研究同埋演講技巧，系統性學習，喺世界賽發光發亮，同時都為未來升學做好準備。而家我哋誠意邀請熱愛科學科技、鍾意挑戰嘅小朋友，即日起一齊加入我哋嘅 FLL 比賽課程。專業導師帶住你由基礎到比賽實戰，唔單止學到科學及 AI 科技技能，仲可以培養解難能力、演講能力、團隊合作同國際視野。下個代表香港出戰國際賽，可能就係你啦！快啲報名，一齊為港爭光啦！